修傑楷想製造快樂多巴胺，假證文1秒被惹怒。修傑楷近期推出 YouTube 網路頻道 Showtime， 分享他私下瘋癲反差感的一面。21日播出與老婆假證文1日約會下集，接續直男約會行程後，打算製造快樂多巴胺，體驗匹克球運動。修傑楷信心滿滿自稱是匹克球天才，結果不是回擊失敗，就是將球打飛到假證文身上。修傑楷嘴硬表示，我只是還沒認真而已，不要小看我。接着夫妻對戰，假證文最終獲得勝利，修傑楷又嘴硬，我是顧慮到節目太長了，趕快結束。除此之外，又再度示範如何1秒惹怒老婆。修傑楷發下豪語，如果最後的行程老婆不喜歡，就把 Showtime YouTube 頻道收掉。最終來到假證文喜歡的昆蟲館，還邀請到 YouTuber 昆蟲妖西，假證文十分享受的觸摸，餵食各種昆蟲。反觀修傑楷總被昆蟲們嚇得說不出話。問到演藝圈夫妻的難處，假證文表示演藝圈夫妻容易被大家指指點點跟被看見，但對他們倆來說，很多事情其實就是真實的生活。最後節目邀請兩人對彼此溫馨告白，但兩位不是過於官方，就是頻頻笑場。最終，修傑楷感謝老婆對 Showtime 的支持。